观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收看基本日福气内内嘅节目。哇，今日也是非常嘅重要吼，因为你绕墙都系突然是警察局妇幼处嘅队长来到呢边，然后大家来分享大家听错嘅地界，儿童老青少年性剥削嘅听错地界地些，到底系乜嘅内容咧？嘅咧绕墙呢嘅里边是呢嘅鲁玉家队长分享。大家好，我是桃园市警察局妇幼队队长卢玉佳，兴奋起来噶。欢迎队长，队长是观音的客家人，对不对？是。然后其实家里先生也是客家人，是对，但那时候因为刚好在闽南庄，然后所以就比较就比较没有那么多的机会可以。好好的讲客家话，可是可以听得懂，是的，蛮多的这样子，太好了。不过根本你用客家人嘅身份的都呀，有冇同大家的朋友按创个第一我觉得真的太好了哈。所以今天这一集我觉得真的好重要哈，我觉得我们真的要很重视像是儿童跟青少年性剥削的这样的一个相关的知识。所以今日也是为好好让大家的分享，到底你的主人嘛改而了解嘛改，我觉得不是只是家长要了解，我觉得是在这一块土地上面的每一位朋友都要知道这样的一个知识，跟我们可以如何来预防，然后如何来协助彼此这样。所以今日绕墙都系妇幼警察队，对不对？一听到妇幼警察队就觉得很安心。先请队长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斗台妇幼警察队主要的工作内容是什么？妇幼队呢，它原来叫做女警队，是对。然后我们主要的业务呢，包括就是性侵害、家庭暴力、性剥削、儿少保护，然后还有就是数位性别暴力防治，还有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妇幼安全宣导。是，我们有8项的核心业务。所以今日来到两片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宣导，对不对？而且刚刚那个队长有特别提到，就是数位性剥削的这个问题，这也是这几年其实大家都非常非常需要去关注跟重视的一个议题哈。讲到俩大家是想讲，俩系妇幼队主要该你讲工作内容，不过听你咧讲的是性别暴力常见的类型。性别暴力除了我们常常听到的，就是性侵害这个很明确，性剥削，对，性剥削，还有性骚扰。是。除此之外呢，包含家庭暴力呢，其实它也是性别暴力的一环。哇，家庭暴力也算在里面，也算是对。那么一般来讲，所谓的性别暴力呢，它就是说用一个对方他不自愿的一个行为去跟他发生的，包括身体接触或者是非身体接触的一些行为，跟性别有关的。OK， 看你是非常该重了哈。不过基本你有动作改内容，然后大家的分享，我们先接着来跟大家讨论，其实这个非常的关键。来，这是《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对。这个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它本来叫做《儿童及少年性交易防治条例》。它在104年的时候修法，变更了这个它的法条的名称。为什么呢？因为呢，原来他认为这是一个孩子跟成人之间的一个交易，是，但是事实上。这个儿少他是没有同意权的，所以后来他觉得这是一个不平等的一个行为，所以把它改成性剥削。是，那它主要呢，就法的定义有4个类型的行为被定义为儿少性剥削的犯罪行为。第一个呢，就是使儿童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性交行为。好，第二个呢，就是直播色情，我们去观看这个孩子。跟大人或者孩子之间的一个性交行为，这是第2个观看，对，观看。第3个呢，也就是去拍摄啦、制造啦这些儿少的性影像，或者是这一些它足以引起性欲，或者是让人会感到羞耻的这样的一个图画啦、语音啦，或者是其他的物品都算是。那第4个呢，就是包含了我们常听到的坐台陪酒，或者是有色情的伴游伴舞啊，这些都算。是，你看哦，你其实大家都知咧，不过大家可能得按了解，到底为什么会让这么多的儿童还青少年进入到这样的一个陷阱里面？大家其实会很难想象，但事实上这都是非常
就是这是踏踏实实存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的，对不对？所以儿童性剥削常见的陷阱，我觉得这个一定要请队长好好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哦。第一个呢，就是在中小学阶段，他们常常就会透过线上游戏的机会，那么他们会伪装成这个玩家，然后送给孩子们点数、宝物，然后呢，因为他们可以在那个场域里面，他们建立了他们的一个权威性，所以呢，孩子对他们会有崇拜。然后呢，之后他可能就会互加好友，然后透过这样的一个机会，跟孩子讲说，哎，那如果你要更多的礼物，你就拍一个照片给我吧。然后去换取这样的礼物。当你拍出第一张之后呢，它就陷入无限轮回的深渊，对，不断的轮回。所以他真的是让沈一先建立一个很好的信任感，对不对？我先跟你一起玩游戏，这是对，就是中小学的孩子比较容易碰到的状况。那第二个部分呢，就是青春期的孩子。青春期的孩子呢，特别是未成年的少男，最多了。未成年的少男，对，哇哦，他们就是会透过这个网络交友，然后呢，透过就是说，哎，你想不想看女生的身体呀？你想不想看爱爱啊？类似这样子，然后我就会说想，对，想。那对方因为他是假装女生，他就会播放一个 A 片给他看。然后让我看，对，那因为这些少男他们可能对性也很好奇，他会想到女生都脱了，那我有什么关系？所以呢，他就不设防的，他就是脱了自己的这个就显现自己，对，甚至就是自慰的影片就脱了。那他没有想到对方其实侧录了。当他侧录之后，他可能挂完电话，结束他们的视讯之后，马上就会接到对方来勒索金钱的一个要求。那通常呢，除了就是金钱之外，他们为了规避就是查缉，他们有时候会跟他要游戏点数，有时候会要商品卡，这个好。其实听起来真的很容易落入这样的陷阱，对不对？好，这是青少年、青少年应该部分。其实集团式的诱拍也是现在非常猖狂的一个。对，像集团式诱拍，他们主要关注的对象会是一些比较有经济需求的少女，然后他们通常会用就是招募内衣。模特的机会，他说：“哎，你先需要提供一个清凉照作为应征的一个条件。那之后呢，他就会跟他说，那你的尺度可不可以再放开一点？然后我的给予的那个金额价码就会一直往上提高，所以会让人家有一种温水煮青蛙的那种过程。他没有想到，就是他慢慢的会去步入那个陷阱。”然后呢，就是有可能也会把他约出来所谓的外拍。那外拍呢就更危险了，因为他可能就被他强迫的就去拍摄一些性私密的影像，或者是甚至就被性侵了。好，你看哦，这个其实对谁后或许讲到像少年，你讲到集团，其实动等应该就是熟人。我觉得熟人大家都以为他是亲戚呀，他是家里的表哥啊，或是什么的。对，可是事实上这个其实对儿少下手最多的恶狼往往在身边。对，依据国内外的一个统计熟人这个就是儿少性剥削的加害者占了80%。哇，80%！对，他们通常就是透过一些友善的举动，取得孩子跟家长的信任。然后呢，特别是如果家长又是同意让孩子跟这些行为人就是独处或者是过夜，通常就给他们有趁之机。那么这些加害者他们会透过播放一些儿童的性影像。来洗脑这些孩子，告诉他们说：“哎，这些事情是正常的，没有什么，对，没有什么。”所以这些孩子呢，可能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跟他们发生了一些性行为。而且我觉得更重要的事情是，我想孩子们如果觉得他是不对的，他也没有办法跟爸爸妈妈说，他讲不出口。对他最多只能跟他说：“那我不想要跟他相处。”对，但爸爸妈妈并不知道
那个他是实际上碰到什么事，对他可能说有什么关系，你们就他是我们很熟的朋友啊，反而就更加严重。对，所以当家长碰到孩子有跟您反映，就是说他被谁不舒服的对待的时候，或者是他会有一些小小的讯号跟警讯，说我可不可以不要去他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家长那个警觉心要起来。对，他也许会抗拒跟那个人相处，你就要去探究为什么，然后也不要责骂孩子是乱讲话这样。哇，所以你看哦，刚刚听队长安永讲，大家有发现吗？其实黑公读性变好，性变好，受到感应，有发现安永改实性感应，几乎80%呢。这个是超出台尬给熊熊的，对不对？所以了解警示讲的就是恐怖的熟人，其实往往二郎就是在身边。对，好，其实台尬就会讲到俩，其实台尬可能会说，哇，我想到对那个煞费地图，发生安用改事情，其实也非常斗改，好动难以相信，不过了其实警示嘅，还有嘛个动从了个地区本台尬都了解，吼，所以请你个乡亲们先聊下，你马查，你等下怎会讲？东方宇走的绕墙都卢玉佳队长的都两篇，然后台高的分享我觉得很重要，我们大家一定要来关心的题目跟知识。读送团节目我们分享了很多，像是妇幼队的内容啦，或是孩子们会遇到的怎么样的一个问题。到现在，我相信队长已经处理过非常多的案件了，对不对？有没有什么案件你今天觉得一定要拿出来跟大家分享，或者是比较特别、印象深刻的案件？我们曾经就是侦办过一个案件，这个被害人超过100人，然后呢，其中受害最长的时间长达10年，从他还在当学生的时候，一直到他就是大学毕业，其实都一直受到这个行为人的一个胁迫，拍摄就是性影像啊，还有就是提供金钱。所以呢，我们就是要特别的提醒啊，就是如果这个案件你不去报警，其实它是不会终结的，它是一定会在你的生命之中呢，一直都在困扰着你。所以我们非常的就是要呼吁大家，如果有发生这样子一个案件，一定要报警。可是我们必须说，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觉得尤其是对女性，你要想想看，我们要如何？大家外面很多人会不了解，就是说，我觉得很多人在看很多新闻说，大家要勇敢啊，你就是要讲出来啊，你就是要去报警啊，对不对？可是当事人要做出这一步是真的非常非常的困难，他宁愿一辈子都隐瞒这个事实。他如果够勇敢、够有能力，他就可以。他觉得他只要把剩下的时间好好的过日子就可以了。可是我一旦讲出来之后，你不晓得我会经历什么样的一个过程，这是一个非常非常辛苦的历程。所以刚刚队长讲的那个案子，其实也是终于有一个人主动去报案，对不对？是。然后他有带什么证据吗？他就直接去报案。他就是来报案，是，然后呢，我们就是跟检察官申请了一个搜索，对，然后到他这个犯罪人的家里，我们从他的那个抽屉里面找到一个很旧的随身碟，但是我没有想到里面有100多个档案。这个每一个档案就是一个被害人的影像资料。那么后来呢，我们透过大概3个月的时间，打了1000多通的电话，然后从这些影像里面呢，去辨识他的当时就读的学校，或者是那个场景，可能是在什么地方，然后去找受害，找出人，对，100多人找出40位。这个可以辨识身份的，然后我们打了1000多通的电话，说服这些被害人出来报警。那么后来我们非常的感谢这个有20个人，这个非常的勇敢，他站了出来。所以呢，后来这个案件检察官他求刑25年，但是法官呢就是判决是27年。哇，所以你看，这就是刚才那个队长讲的，就是站出来的那第一个人非常的重要。对，哇，我觉得这个其实我们在这边好像比较是，很容易就把这个案子给讲完了。但事实上，这个里面就像刚刚队长讲，这里面可能受害者有一个是长达10年。
大家可以想象他10年他是对他过的日子是有多担心害怕。是，好，我们可了解到大家在讲，其实。黑公其实都多一个问题，我觉得大家社会还是要给他们这样的一个支持、跟力量、跟勇气哈，我们才有办法让这些更多我觉得在做这样子事情的人可以绳之以法哈。公道两片，公道两片，然后抬高的负影响，那你很容易会观察，像是儿童受到性剥削的征兆，这个很重要。所以我觉得，就像刚刚手影团节目有讲到，黑公谁跟你有求救，或是说他不希望跟谁相处，不要一开始的时候就先拒绝，先站在一个我可能愿意相信你的角度，然后慢慢的去关心。所以这边也一样哈，儿童受到性剥削的征兆是这样子，比如说像是突然多出很多年长的友人，对，对他突然有一些朋友是来接送他啦，这个是年纪比较大的，就是跟他这个年纪一般来讲不会有跟这种人交往，这种年龄层的人交往，怎么突然会有这样子一个朋友？那么还有人就是你发觉说，他最近为什么换了一个新的手机啦，高档的手机啦，或者是有奢侈品啦，或者是有时候我们会看到孩子呢，他突然呢就是常常会翘课逃家，然后也许学校老师会发现，怎么这个同学他书包里面都带了一套便服呢？这些都是可能是一些征兆。是哈，台高的惯性，他带起来用，其实如果像是手机里面会有一些自拍的清凉照，我觉得这太明显了。对，或者是说他有时候会蛮焦虑的，接到手机的突然的电话啦或简讯啊，他会蛮焦虑的，躲在旁边讲电话。对，还有呢，就是他也会常常去一些论坛里面用自己的名字去搜寻。那个就是有可能他有接到就是威胁，人家说要散布他的性影像，他就想说，他是不是真的被散播出去？他会很焦虑，对他也会去搜寻，去看看是不是真的被散播出去。是这些征兆呢，都可以去判读说，这个孩子是不是现在可能遇到什么困难？对。好，了解到大家咧讲一下，大家的动主义系讲，不过他又声音系讲，又安用改清新，又口呢，他们就遇到困难跟遇到危险了，对不对？好，讲到鸦片呢，我觉得它对重要，因为随着科技的发达。好，随着时代的变迁，你看，像以前哪有什么智慧型手机，以前哪有什么社群媒体，也没有什么手机这么容易就自拍然后上传。我小时候我们还用那个底片相机，有没有？这个共同鸦片影响这个数位网络性别暴力的类型，其实这边我们这边有列出10点，不过这边特别有几个要跟大家讲的，对不对？像队长就像是这个性勒索。对，性勒索跟那个我们还有第10点呢，就是那个未经同意的散布性别有关个人的私密资料。对。那通常呢，就是一旦他取得了你的这个性私密的影像的时候，他就是有这个东西来勒索，进行更多的一些性勒索。所以这个性勒索就变成一个面对面的一个接触的，就是性侵害，可能就是涉及到性侵害，所以他们2个是息息相关。是，其实就是这边的提倡，比方性勒索，其实第10点，你没有经过同意散布这些个人的私密资料，对，所以大家真的要非常的小心，是不是？好，这边特别有一个现在也常常会有像网络跟踪也是有。对，他会透过社群媒体知道你是谁，你住哪里，你有哪一些朋友，所以他可能就是当他拿到你的私密影像的时候，他就威胁你，你想不想让你的脸书的朋友都知道，都收到你的性影像，就是用这样子来做一个勒索。或者是骚扰，或者是跟踪，都有可能。有时候他也会寄一些电子邮件给你啦，或者是他在你的脸书留言啦，就是告诉你，我现在都掌握了你所有的亲朋好友的资讯，我手边有你的什么什么。所以我们会有一些条件交换。如果你不答应我的条件交换的话，我手边这些私密资料，我等一下就会全部都公布。对。好。那怎么办呢？我们要怎么办？我们有一个5步4要守则。5步4要主要是就对这个校园的同学来说的。第一个呢，就是不违反意愿，因为我们不可以强迫他人去拍摄这个性影像，因为强迫这就是犯法嘛。
错，总的，对。第二个呢，我们也不要因为对方的一个跟你交换，说我们交换性影像，或者是我给你我的，你给我我的，对，千万不要，千万不要，因为他给你的不一定是真的，真的，对，他也许是一个不知道大老粗，是一个大叔，但是他假装他是一个妖娆的小姐，对，所以他不一定是真的，所以千万不要听从他的话去自拍，然后呢，也不要转寄私密照，因为比如说同学之间，他觉得好玩，我拿到某某人的，好好笑，对的一个那种感觉，好像你要不要看啊？对。然后就传播出去了，是，这是散布，是对，然后呢，也不要的仓促的，就是传出去，对，真的，你一张传出去之后，虽然我们有一些下架的机制，可是呢，你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已经把它下载了？过一阵他可能又上传了，所以这张照片它就会在网络上面永流传，是没办法去禁止的，然后第五个呢，也不要去取笑这个被害人，因为很多的时候，这些被害人，他只是唯一记忆是比较弱，但他并没有做错事情，应该被指责的是这个加害者，对。来，这个好重要。对，然后呢，同学如果碰到这种状况的时候呢，就是要告诉师长或者是家长。第二个呢，要截图存证，这个好重要。对，这个部分我要特别强调一下哈，就是很多时候，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确认你能够完整的保存证据，请让警察来，因为有时候就是说，你的截图，但是没有完全截到我们所要的这个资讯，可能你把它封锁了，你把它删除了，我们就会找不到对方。好，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一直在强调，就是赶紧来报案，不要封锁对方。有时候像那个 IG 啊，或者是 Telegram 的，我们去封锁了对方，可能我们就找不回来。我懂，因为我很慌张嘛，对不对？我不想要在这跟这个人互动嘛，我想要跟这个人切割嘛，对，所以我为了要跟他切割，我就封锁了他的账号。我想要永远跟这个人在这个世界上完全毫无关系。可等到我要去报警的时候，其实我可能再也找不到这个人。对，根本不知道他是谁。对。所以这边要讲的就是说，千万记得报警啊，其实一样，就是要检举对方。就算是假账号，也可以让管理者依规定来处理。这就是从推中公就是你不要。可是我觉得那是人性，因为我现在很爆，我不知道很担心，我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我还不确定我会不会报警的时候，我想要先跟这个人切割。可是事实上，事情通常没有这么简单。对，因为当你封锁他的时候，不代表你的照片、影片不在他手上啊。我们还是必须要把它追出来。这样才能够去做，就是从根源去把它切断。好，讲到这边，大家还没去到了非松盖重聊哈，还有很好重聊嘅第一次，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怎去讲。你今日绕墙都係突然是警察叫婦幼處嘅追蹤，如追蹤呢度節目地圖了，大家都會討論。其實印地非常重視，我們也一定要重視、關注跟知道的，像是兒童青少年的這個性剝削的這些相關的所有的知識哈。你前兩團節目有講到，其實我覺得孩子們其實是很無助的。對，因為現在的環境其實跟以前的環境不一樣了，然後其實受到誘騙也好，其實方式非常的多。然後他們一旦遇到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們就會求助無門。那一旦求助無門，他好像就陷入了一個循環，然後就出不來這樣子。然後更重要的事情是，再加上現在網絡非常的發達，發生這樣的事情的時候，他們也會擔心被大家知道。我覺得以前遇到這樣的事情，好像我們莫講出去，我們不要講出去，我們大家小心。現在不是，你現在就像隊長講的，一張照片放在網絡上面，好像就變成大家都知道這件事情，還會受到大家的討論。所以前面有講到，我覺得我們也不能
我们要非常的小心，而不要就去检讨被害人，对不对？哈，我觉得这是大家一定要紧点比安勇改观念哈。不过讲到鸦片，有一个我觉得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要跟大家讲，就是未成年转发未成年的照片，或是像这样私密影像，这样会构成犯罪吗？会的，对，儿少的定义就是18岁以下，是。那对于14岁以下的是刑罚是不罚，但是14到18岁它是可以减轻其刑。也就是说，如果同学们之间好玩打，那会有这样的情形。他拿到了某一个人的性影像，是他手边拿到一个同学的性影像，他可能跟另外一个同学讲说：“哎，我跟你讲。”你要不要看？你要不要看？然后，而且他搞不好出去，他也许非恶意。我的意思说，他不是那种恶意，他搞不好只是觉得很像好玩，对，然后可以，你知道青少年有时候会这样子，超好，就是对，就传出去了。对，他可能就是传给 A 同学，那 A 同学就说：“哎，你知不知道某某人的照片？你有没有看过？好啊，你给我看一下。”他又传给 B 同学，所以我们常常在实务上面，我们就会。受理到一个案件的时候，是有 A、B、C、D 同学一堆的都过来，然后呢，这些对我们在制作笔录的时候，我们都会问他一句：“你不知道这样子转传就是散布是违法的吗？”同学们都会说：“不知道。”所以事实上，依照我们刑法的规定，还有《儿少性剥削防治条例》，其实你只要是满了14岁，你做的这个行为都是处罚的，包含你持有、你手机里面有这样子的儿少性影像，还有你散布出去，这个都是违法的行为。好，大家有听到吗？是总得的哦，是会处罚的哦，对不对？哈，你手机里面你不可以转传，但你也不可以拥有。对，不是说我可以拥有，我不转传都不可以，不可以。哎呦，是总得的哈，咋够100老大家来讲。还有接着就是我刚刚说到，随着科技的发达，现在 AI 技术非常的好，所以现在也会有那种我们换脸的，对不对？对，合成的，对不对？现在 AI 的技术啊，就是它可以设定一个程式啊，把你就是网络上面收集到你相关的一些照片，它用一个晚上的时间，它睡醒来之后，它可以合成对方一个日常生活的一个影片。那所以呢，他就会把它换成可能就是某个人的性影像，但事实上它并不是你，只有头是你。这样子，他可能就是用这样的影像去要挟对方。我要把你这个照片、影片散布出去。可那不是我啊！问题是，队长，那不是我，是不是？可是你没有办法去跟每一个人讲说那不是你啊。所以很多的人就会因为这样子，可能受到金钱或者是一些性勒索，好，所以像这种事情不可以私下解决，需要报警，让我们来处理。重点，不可以私下解决，因为它不会终止的。因为当你付出第一笔钱的时候，或者是你答应他传第一张的性照片、性影像之后，他觉得你是一个可以再继续宰的羔羊，这个会持续下去。好，所以我们就是要报警。这就像我们要如何提醒孩子的求助管道？孩子们通常呢是会跟师长或者是家长说，那请家长或者师长一定要相信孩子所说的。那平常呢，我们对于孩子们要提醒他们，不要的就是去拍摄性影像，然后也不要在网络上面呢随意的透露自己的个资或者家庭的一些地址啊、一些情况啦。那么家长对于孩子所说的这一切要正视它，也要去观察孩子最近是不是有刚才我们前面所听到的10点，对，突然有了很多高级的包包啊，书包放便服，然后有比较年长人来接送，对。这样子比较特殊的一些行为啊，都要去关注哈。那如果说真的已经被散布了这个私密影像，也可以到卫生福利部的性影像处理中心去做一个申诉下架。好，大家有听到吼，廖慧松该重饶哦吼。讲到鸦片呢，再问一个，就是
是不是今天也借由这个时间跟到台高的讲下聊下诈骗的问题？对不对？对，近几年呢，这个诈骗真的非常的猖獗。我们看到很多的家人，就是家庭或者是个人，因为被诈骗，然后呢，有些甚至就是影响到整个人的一个未来的人生，这个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所以我们要呼吁，就是所有的观众朋友啊，真就是要留意，千万不要去陷入这个诈骗的陷阱。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思考，就是说，如果说他这个钱这么好赚，他请你去投资这么好赚，他为什么不自己赚就好了？你起价传是好嘞，从么？然后他给起价传，起价变富翁就好了，对不对？他为什么要跟你说？而且又都有可能你至于他还是一个不太熟识的陌生人，对，是吧？对。然后呢，我们有呼吁很多的，就是金融业者协助我们做关怀提问，然后我们也碰到很多的这一些民众，他就是包含警察到场跟他们说，他们都不相信。对，基督反而是不相信警察。对，所以呢，我们希望就是观众朋友一定要再三的求证165。可以打电话问问看，是不是这种类型就是一个诈骗？好，你还特别讲到今敏感题目要额外再提醒你所有嘅乡亲朋友诈骗，你要件事情因为是像推崇讲的，你要今年其实非常多很多我也有听说一个老奶奶也是在这1-2年，她等于是毕生的积蓄就这样子没有了，而且那个手法非常的高级，对，然后他而且不会催促你，他慢慢的捡到你的身份证，然后用各种不同的手法，这个可以再另辟一个膝给好好台高的分享节目讲到两片其实只剩下2-3分钟，不过因为 Andy 有警他你福气卡拉 OK 有几个题目很想要问队长，这是摸到队长公狗所以最终给可能也弟按紧张，按紧张，对。其实，在警职生涯中，你做过一个很特别的职务，就是你是台湾第一批女性随护。对。哇，这对，很有没有很不得了第一批女性随护，代表我们年纪很大了。这个比较像是这个。很特别的这个讯息到台高的分享我想要再问一下，就是队长想问一下，就是警察最常被问的一句话是什么？你为什么要当警察？OK， 这是最常被，你会回答吗？你会回答吗？会啊，我们真的，我当时会想要选择当警察，就是我觉得警察可以去用公权力去执行正义。是哇，你看刚刚队长还执行正义，这是真的。好，那如果让你再选择一次，你还会想要再当警察吗？黑公仔给我选一半，因为想要走警察吗？我必须说会。哇，而且好，如果可以选择一个超能力用在工作上，你会希望是哪个超能力？通常警察应该不会被问到这么有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不务实的题目。如果能够有超能力，我希望就是能够用这个神力女超人吧，去把所有的世间一切坏人全部一网打尽，抓起来。对，因为我觉得现在有太多这个作奸犯科的人，然后呢，甚至他们现在拥有的一些手段都是非常的先进，比如说现在的诈骗这个，比如说像虚拟货币，他们已经是一个集团了，他们是一个集团，他们就是一个集团在运作。对，所以你看讲到俩，因为其实你该随从今日来到俩片本台家内地其实佢非常宁静，小到所有嘅反应都做起来，在他的整个，你看再当一次会，如果再选择会再当警察吗？会。很坚定，对不对？然后如果什么样的能力，我要当女超人，把坏人都抓起来。好，今日非常什么最终来到俩频道台家来讲，俺都该第一些。如果有机会，希望队长可以常常来跟我们分享。做得吗？做得，好。安子生，什么名？等下来咧，邀请你介乡亲朋友跟下来做认同了。
เรา将大家來到福氣來嚟嘅民俗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慶祝分享出去俾大家哦。